大家好，我係澳門專業塔羅身心靈協會創辦人阿 K。相信大家近日嘅心情同我一樣，相當之沉重，因為香港發生咗一場重大嘅火災，而呢場火災奪去咗無辜人嘅寶貴嘅生命，而有啲家庭可能仍然未揾得返佢哋嘅親人，甚至有一些嘅家庭只能夠揾返佢哋嘅一些嘅可能屍首啊，或者已經燒成灰燼嘅一啲嘅遺骸，相信大家嘅心情同我一樣相當之難過。而近日無論香港或者澳門，亦都有好多嘅熱心人士都發起一個善心，捐贈物資或者金錢俾一啲嘅死難者嘅親屬，希望能夠幫助佢哋嘅渡過難關。憑呢一份善心，無論係死難者或者佢哋嘅親屬，佢哋都會感受得到。一啲關注咗本會嘅人士啦，私信俾我，問我哋協會會唔會做一啲嘅發起一啲嘅慈善嘅活動，做一啲嘅捐款去香港嗰邊咧？或者咁講，我唔會話刻意去做一啲嘅慈善啊，或者一啲嘅大型嘅捐款嘅形式嘅事情。點解咧？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佢哋嘅生活都有困難，未必人人都可以攞到一啲嘅或者資金啊，或者可能會有充裕嘅一啲嘅時間啊，去籌集一啲嘅物資啊，或者做呢一個嘅動作嘅。咁我亦都希望大家發起一個善心係好事，發起一個或者自己能力做到嘅事情，佢哋亦都會收到，甚至可以。如果你哋問我，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助到佢哋啊？其實係有嘅，我就會建議大家去誦經，或者各自去誦經。相信亦都近日有好多嘅宗教人士發起一啲嘅一啲嘅可能宗教嘅一啲嘅活動啦，幫助佢哋去即係誦經，希望佢哋死者能夠得到安息。其實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呢一樣嘢嘅，我哋可以去誦經啦，或者喺個心度無論有一啲西方嘅人士，可能信天主教啊，或者基督教啊，可能會用可以用佢哋嘅經文啦，祈禱嘅方式啦，去回向俾一啲嘅死難者嘅已過身嘅一啲嘅人士，佢哋亦都會感受到一啲佢哋會收到嘅。而我哋一啲嘅宗教人士或者道教啊，或者佛家都好啦，我哋亦都可以用我哋嘅屬於自己嘅一啲嘅經文啦，去回向俾佢哋咯。咁其實佢哋係會收到嘅，希望佢哋亦都能夠得到安息，能夠去到一個佢哋應該要去嘅地方。所以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發起呢個願啦，以大眾嘅力量去幫助真係一啲可能連屍首都未必揾得到嘅人士啦，希望能夠佢哋可以得到最好嘅安息啦。今日嘅片段到呢度為止，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